台北101大楼事故迎新，昨暝拍出16800发烟火，啊玉山山势上悬，新年头一线日头光看甲明亮。总统府头前举办元旦升旗，蔡英文总统大声唱国歌，早起伊嘛发表新年谈话，关于反渗透法说明了真详细。中国武汉市发生肺炎流行，国内每一班按武汉飞来的飞行机，拢有检疫人员去飞行机顶探问旅客健康的情形。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正月初一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暗迎新年，南北二路拢有庆祝的活动。上较引起人注目就是台北101大楼事故迎新烟火表演。今年的主题叫做希望之光台湾，连续5分钟拍出16800发烟火，阁有导影技术，甲台湾上宝贵遐保育动物拢拍出来，像讲石虎、乌熊、乌面腊杯、台湾咪猴，啊，阁有水底河带，拢伫咧新年头，含全世界烧酒问咯。5、4、3、2、1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请看台北101最重要的年度烟火秀。全台湾每年跨年的重点戏之一，就是台北的101烟火秀。石虎、乌熊这挂台湾的珍贵保育类动物，得到烟火伫新的一年，甲大家见面。Happy New Year， 台北 ！Happy New Year everybody！ 总长300秒16000发的烟火，搭配14万粒的 LED 电火，台北109每年拢突破，增加变化效果，予等待民众一个上大的惊喜。伫咧倒算城中，高雄的梦时代虽然无放烟火，也阁用150台无人机，摆甲正整齐，变化出各种造型甲图形。烟火甲摩天轮互相对照，全台湾上长的烟火秀伫咧高雄的艺大世界，总共999秒，另外阁出动400台无人机。3、2、1，台中地保乐园也伫咧倒算城中，创造2019年最后一天。虽然昨暗全台湾温度拢正低，不过民众的热情无减少。北中南拢有大型烟火秀，最近迎接2020年。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民众拢咧等待新年头一日日头拄出来，拍扑光喜的光芒。尤其伫咧玉山的气象站，因为山势有够悬，拢无白云哪吒，搁较有法度甲日头看甲明亮。日头光四线透出云雾中，含山林的色彩相对比，看到的人拢学落水。遮尔美丽的景致，就是伫咧玉山北边山顶尾流玉山气象站翕到的。因为早起，台湾有几两位风景地区云拢卡较高，敢若海拔上介悬的玉山无去影响到，所以新年头一日日头光，才有法度看甲遮尔近。早起嘛有将近8000个人客，专工去到台东、东海岸、三仙台海埔，要等待新年早起时日头显面的光芒。可惜就是云卡较高，日头光射无出来。毋过去到地民众，大家嘛拢真欢喜，约束明年开春才过来到位。另外嘛有航空公司推出看日头的专机，互人客伫咧空中迎接新年头一线的日头光。中央气象局预测，元旦本岛上早的第一道日头光，透早6点11分会出现伫台东东海岸、三仙台外海。6点左右，有将近5000名民众涌伫三仙台海埔，也有人徛伫北港桥顶，静静等待日头光的出现。也毋过海平面顶面的温泉伤高，日头光就是毋出来。也毋过来迎接日头光的民众，也是无放弃，小酒明年过来。会不会失望？有一点。过来的路上还在讲说，如果今年没拍到，明年还要再来一次。自2000年设立的太马里日头光园区，大约有3000名游客也伫海埔等待日头光。虽然无看到，也毋过天一光太马里乡公所伫海埔准备升旗典礼，也互民众无白来一抓。伫地面看袂到日头光，也毋过有航空业者甲旅行社合作，推出用日头光专机，6点为松山机场出发，飞到花东外海顶面，互乘客伫空中迎接通出云红红的太阳光芒，乘客真感动。它会就是轮流，就是两边的窗户都可以看得到。就看到的时候，就今年感觉充满希望。对。
东汉花迎接新年，日头光的活动今年正伫第21年，不过伫地面上会当讲看袂到日头光的出现，不过民众的心情也是真欢喜，期待新的一年会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欢迎新年，世界各国拢真热烈，因为地球咧转，时间咧行，一个头一个头无同齐。英国的伦敦是咱台湾早起8点的时，才要交过午夜12点。迄当阵，伦敦西敏宫北边，世界出名的市政楼顶头大粒市政，过去经过2栋外修理，今年搁再弹出声，好新声。日本东京澀谷仔街路顶嘛有超过10万人做伙迎新年，欢喜喊出声。倒数时间结束了后，宴会加静乐声带民众庆祝新年。英国伦敦伫台湾时间1号早起8点跨年，真久无讲钟的大笨钟响起熟悉声响。伦敦港夜放宴会点到泰晤士河的顶面。法国巴黎甲德国柏林比英国早1点钟跨年。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客满了民众欣赏凯旋门的宴会秀。伫柏林为了安全，今年几个地区禁放宴会，也毋过政府有缘伫波兰登堡门放宴会，甲民众同齐来欢乐。全球第一个迎新的大城是纽西兰奥克兰。奥克兰昨暗7点跨年，接落来就是澳洲雪梨。澳洲近来野火不断，民众呼吁取消宴会，不过雪梨犹原是照常放长达到12分钟的宴会秀。今年脚步接着来到日韩，东京涩谷的街路有超过10万人同齐迎新。首尔普信阁是用传统供钟的仪式为新的一年祈福。镜头转到香港，香港甲台湾同时跨年。今年港府烦恼反送中民众组织引起骚动，维多利亚港改用灯光音乐秀迎新，这个若是放少量的宴会。不过，香港跨年暝犹原无平静，示威者昨暗伫旺角等地示威，警方是发射催泪弹，互香港人2020年的头一天都被催泪弹的烟雾包围着。不过，示威者并无被吓惊。今日下昼2点，缅甸号召民众再度上街，要互同款者知影香港人反抗的决心，将来毋捌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总统府头前举办元旦的升旗典礼。蔡英文总统手举国旗，一句一句唱国歌。伫咧台顶，阁有徛总统府的陈局秘书长，甲台北市的歌文特市长。毋过歌市长近来一直咧敌民进党。早起虽然人为去到地，嘛无啥和人往来讲着话。另外，前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嘛有去参加典礼，总是因为年底特别选举，连升旗嘛加添几分的政治味。天还未完全光，国旗已经伫总统府头前豆豆啊升起来。民国109年1月1号元旦，虽然台北天气真冷，不过总统府头前升旗典礼犹原是吸引到真侪民众参加。大家人手拢摕着一支国旗，真有爱国心。Happy New Year！ 外国的朋友嘛赶来斗热闹，还有热情的民众是伫跨年了后直接走来总统府。桃园，然后坐机捷转北捷。然后走过来，我们想说最后1年大学的时光，然后来这边纪念一下。动作真整齐，嘛真有力。国防部三军机队的表演是规场的焦点，不过台顶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更加受到关心。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陈建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台北市长郭文哲手摕着国旗进场。不过最近郭文哲常常因为故乡负债问题来批评陈菊，也有民进党，虽然共台，却拢无互动。那是全体唱国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嘛带着拿赢立委候选人到总统府头前来升旗。那是做事艺术真高，朱立伦嘛批评拄啊3读通过反渗透法。这个法律的立法过程啊，形成了一个民主的恶例啊。国民党拍卖的。不过升旗典礼嘛有意外，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王志斌因为穿着韩定影的外套，有宣传选举的意思，却工作人员查落来，颠倒并清了后，才会使入场。
另外，升旗结束了后，有民众伫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看到蔡英文落台，去维安人员请出去，嘛，互升旗典礼充满着真高的政治味。记者欧阳陈信良台北报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日连续走4位，高雄、台南拢有看见伊的形影。伊的副手张善政是留点国民党的中东部参加升旗。两个人一南一北，讲到昨立法院通过反渗透法，拢有表示韩国瑜是批评民进党人数多、强气力。伊嘛讲若当选总统，国民党针对这部法律一定会搁改变。我们早上3点多来排队的，都没睡吗？对，我们都没睡。为什么会想要来看？因为我们想来看升旗典礼。大批人潮出现在高雄市文化中心，有人规夜无困，就为着要来升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到，只是活动进前，主持人则提醒民众唔通花甲政治活动有关的口号。但伊一上台就念出党内立委候选人所有人的名，在外界唔通想伤济。韩国瑜行程满满，高雄走了，搁到台南、沿路拢有支持者。但是，一讲到反渗透法，伊就批评这互民众心内会惊，嘛讲民进党伫立法院强行通过是多数的暴力。恶霸型的，用多数，几乎是多数暴力的方式表决，这种表决强迫通过的法律案，就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痛恨的一种方式。结果他们今天继续操作。一号即天，韩国瑜要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同台，两个人，一个人伫台北，一个人伫高雄，一直拼选举。张善政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升旗，致辞的时阵讲到反渗透法，嘛是一直攻击。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谈啊。说什么？言犹在耳，马上一转身就下令民进党在昨天一定要强势通过。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总统，我们还需要他吗？伊讲蔡英文的态度反起反倒，失去总统的诚信，爱民众除了投予韩国瑜，嘛爱予国民党伫立法院的席次过一半，才会当予团队所规划政见慢慢来实现。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和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透早是做伙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讲到反渗透法三读通过，两个嘛拢批评民进党用人定要压倒少数，立法全无照步来。郭台铭阁讲，这就是一党独大的效果。总是10年来政人第一关心迄一站，嘛是因乡人和台北市高文特市长的往来，敢有起变化、感情变化来拍破。1月7日天还未光，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就甲副手余湘以及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见面，斗阵行路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升旗典礼。对反渗透法三读通过，宋楚瑜31批评是极权专制体系崛起来，今日各党委批评民进党团是戒严司令部，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法令。民进党的党团用多数的暴力。违反程序的正义，而且没有经过跨部会的协调，也没有任何的施行细则的主管的守卫单位。郭台铭是表示，伊无完全反对反渗透法，按过不应该强行通过，强调未来较少民众因为涉犯反渗透法，做到无合理的法令起诉郭台铭办公室，会拒不提供民众所有法律资源控制到底。也认为这就是民进党一党独大造成的效果。一党独大的后果，今天呢反渗透法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暴行，这种任何的法令，今天我们实行民主政治到现在为止，是两党要制衡或者两大两小。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迎接2020第一天。宋郭两人笑甲真欢喜，也拢斗阵结感觉式的内裤带选择元旦共台，是毋是表示甲台北市长郭文特关系发生变化？郭台铭笑讲，郭文特去年讲的话，今年都袂记了。有伊家己的选择，元旦伫国父纪念馆升旗是上意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发表新年元旦的谈话，第一是笑出新政策，宣传照顾人民的遐好消息。伊嘛说明讲，反渗透法毋是反对台湾和中国民间的交流。伊阁表示，面对中国施压力，绝对袂用主权去交换眼前的利益。听到中国伫咧批评，蔡总统是讲，北京毋着将一直要涉入来台湾国家的影响力当店才对，那通换见怪咱咧立即部法律咧。
2020头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元旦谈话，首先讲到新的政策上路，包括基本工资调升以及育児甲农民补助等，强化交通甲经济方面等进展，以利多代表新的一年好消息。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顾的人都要更多，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蔡总统感谢行政部门的努力，除了内政之外，更加聚焦中国威胁，再次公告面对中国新的认知，绝对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袂当以主权交换短期经济利益，更加中国的全面渗透。所以反渗透法是让台湾民主自由更加受到保障。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反渗透，不是反交流。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往来都不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重点不是反交流，蔡总统更加表示，拜马祖甲正常的宗教活动也拢无受影响。不过，对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无历史恐怖，是以讨价也是需要拍价的人回应。问题无伫立法国家。所以问题其实不在于立这些法的国家本身啊，而是北京是不是能够停止他们这些渗透介入的作为啊？那成为是国际上可以信赖的伙伴，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哈。另外，国民党准备针对反渗透法申请释宪。蔡总统表示非常感谢朝野立委坐落来协商，让法案会当顺利通过。希望伫咧看这个法案的时阵，抱着理性看待，这确实是台湾需要的法律。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把镜头刷转来台北市长郭文铁身上。新年头一天，身为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伊带党内立委候选人出面宣传政策。伊嘛继续掠话攻击绿营，伊阁宣布讲，进前提起无定规尾会去支持韩国瑜，这就是咧甲民进党警告啦。另外，郭市长嘛透露，进前有掠去网军遐个事端的杨惠如，有来甲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所有的资料，因拢会移送去检调机关调查咯。2020台湾重开机。2020第一天，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带领党内立委候选人讲政策，重新对财政纪录佮有国土规划看法，但是伊嘛无为记者要继续批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佮有民进党。奶嘴文化，有关系的最重要。第二，不行我们就开始耍赖。我说他不公平，所以我不要遵守。第三，懒惰文化。所以最惨的是什么呢？叫做弊案连连的。第四，发现你不是绿营是什么时候？我说前瞻计划没有分到钱呐。当一堆强盗在分赃的时候，你没有分到钱，就知道你不是他们那一伙的。批评民进党郭文铁拢无咧客气，对伊要表态，可能最后一秒会决定支持韩国瑜。郭文铁表示，伊的用意是咧警告民进党。我有说我支持韩国瑜嘛？那我们看到不对，我也会讲韩国瑜啊，对不对？讲到那个负债，你就是在帮韩国瑜助选，拜托给妈，这只是在警告民进党乱有时候网军打得太过火了。伊阁透露讲，杨惠如向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的代志，所有的资料会移送检调调查。郭文铁甲民进党的距离敢若愈来愈远，佮亲像早起伫总统府甲总统蔡英文单局，虽然共台煞无互动，顶多是伊赶场到花博公园，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出席活动有互相讲话。另外，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做伙升旗，无甲伊做伙，嘛互外界理解郭台铭甲郭文铁的关系，敢是无遐尼好。他说出来就是他的潜意识嘛，就是我活在世界上，我常常说我们都靠自己嘛，其他的叫 extra， 伊甲你加起来就算我赚着安尼。对郭台铭的态度，郭文铁是看甲真开，伊行入政治以来，甲民进党的呼风喝口，甲到亲民党的竞争合作，2020郭文铁敢若无想要搁倚靠其他的政党力量，决定要行家己的路。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日本年昨一日通过反渗透法，头一间得到中国英准去遐经营的台湾媒体大思联这间公司，宣布归期要放弃台湾市场。搁另外有一间和中国往来真密切的报纸嘛，风声讲有咧考虑要停刊，表示抗议。蔡英文总统是讲，咱台湾新闻自由的程度伫全世界是排进头前。若正派媒体，相信嘛袂配合中国震荡工课才对。
立法院在去年底三读通过反渗透法，反对校园法假。而进前因为延揽前国安局长杨国强加国安高层加入，引发外界关注的网络知识平台大事件，进前大动作举行记者会，宣布进军中国市场。在修法通过了后，马上发表声明，强调对修法通过感觉失望，宣布放弃台湾市场，也呼吁民进党政府莫乱用法令影响人民求知的权利。它的文字太模糊，那所以我们觉得避免麻烦，因为我们既然都已经讲是说要经营华人市场嘛，那华人市场我们就把高度再干脆就拉高一点，就不要去占这个麻烦嘛。反渗透法机关，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搁再批评民进党对提出到通过反渗透法，敢若用34天，根本无完整的条文，是空白授权。而前总统马英九也讲，家己可能会因此被约谈。我长期来批评反渗透法，说不定下一个就会是我。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个法律违宪违法。完全没有程序的正义，很多都是空白授权。也就是说，这个反渗透法昨天强渡关山以后，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人民随时可能被凹进去。对着大苏联宣布放弃台湾市场，蔡总统表示，台湾在自由之家这国际 NGO 团体评鉴，新闻自由拢是上悬的国家之一，也强调任何正牌经营媒体拢未配合中国的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讲站7点这旁拍算是有遥控的无人飞机飞入去桃园机场的跑道顶头，为着安全的考虑，所有的飞行机帮拢总暂停。飞来要休的飞行机有的伫空中咧拍，嘛有6帮换去降落伫高雄小港机场，有4只是改许松山机场，头尾影响2000外旅客时间的安排。在去年暗暝，桃园机场航班组成的看板顶头，班机全部拢满分。来接机的人有人等了电话钟，才知影讲班机转降松山机场。那确定是降在松山？确定降在松山，然后等一下可能不知道会不会飞回来。31暗7点外，接到国泰机场的消息讲，刚才发现有无人机飞入去跑道，为了安全，桃机遂停止所有航班降落。班机无降落，但无旅客，所以正常查验柜内拢无人。验过台湾的天顶，所有超过10台飞机停伫咧遐。原本是7点，哎，对，然后现在变成都飞到温州，无法降落。现在又飞回去？对。原本是从哪里来？原本是长春。长春。对。现在改降其他机场。对。对，我老婆也是广州来的。是哦。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空拍机。桃机飞动警察到现场查看，一直到昨暗8点拢无发现，才恢复降落。总共有12航班受影响。其中4班是转降上山，6班是飞到高雄，2000多名旅客无法度赴华过年。桃园机场讲会追查无人机的去向，也再一次强调，机场的四周边禁止放无人机顶有碍飞行的物体，那违反的会当罚新台币30万到150万。记者综合报道。透早有上万的民众伫咧垦丁龙盘公园等待出入，可惜云卡伤高，落山风过头，新年头一线日头光看无到。逐永年才拢有旅客无注意，步落去岩石的洞内。今年现场虽然漂尸色了有较明，毋过嘛是有人失足搁跌落去，加在是切着伤尔。今年第一次来龙盘看日出嘛。因员赶来到现场，将绳仔拼互洞内的民众，慢慢甲伊扭起来顶头。根据了解，伫咧日头出来了后，人阵嘛渐渐四散。这个按高雄来的大学生，可能是无注意到路线提醒的标示，才会发生这桩意外。加在是大事化小，有惊无险。咱搁来讲，中国湖北武汉市发生肺炎流行的疫情，疾病管制署说明讲，已经接到武汉市卫生机关的回答文，证实目前有27个百姓诊断确定得到肺炎。疾病管制署嘛宣布，即时开始办理边境的防疫，每一班按武汉飞来台湾的飞行机，拢会有检疫人员去飞机顶探问遐有发烧还是咧扫的旅客健康的情形。防疫人员接起飞行机进行围剿，由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的这班武汉班机所有旅客，拢爱量气温，若是有体温偏悬或者是高烧这症状，由医师评估是毋是要入境。
中国武汉市出现肺炎群聚病例，疾管署伫礼拜二尾暗启动定期检验。松山机场礼拜三只有一班飞武汉的班机，旅客讲对疫情有心理准备，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对啊，然后远离那个人多的地方吧。我就看新闻还好吧。他说人没有什么，不是人传人，不是吧？疾管署表示，针对每礼拜12班由武汉直航入境台湾的班机，一一进行定期检疫。过去伫 H1N1 流行期也实施过定期检疫，相关机制拢已经建立。除了主动评估旅客健康情形以外，旅客到飞机了后，也必须要自主健康管理10天。如果说他在飞机上啊，如果已经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困难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他就留在原位。那我们检疫人员会一个一个来跟他做健康上的评估。10天之内，如果身体不适，我们会请他打1922的防疫专线，那主动通报。疾管署强调，针对网络流传这一波肺炎群聚，好亲像是 SARS， 因为两岸往来真济，台湾已经通报世界卫生组织，由专家进行了解，请民众先唔通惊吓。而当天确实是肺炎疫情的观点，提醒民众爱过来洗手，避免到空气无流通的所在。若是有发烧加扫这症状，爱挂喙安赶紧看医生，并且甲医生讲你的旅游史。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医药方面的新闻，第3批公费补助流行性感冒预防车今日开始做了。50岁到64岁民众，也是有新的负责人，阁有出世6个月来幼囡仔的爸母，拢是资格有效的对象。医生嘛提醒讲，过去对预防车有过敏，也是发烧重症的病人，咱就唔通去做。元旦一透早就真侪人排队要来做公费流感预防车。疾管署宣布1月进入流感高峰期。1月1早起，全台开放做第3波公费流感预防车，只要是满50岁到64岁大人、有新的护理人，出世6个月内婴仔爸母或者是高风险慢性病人等等，拢用来做预防车。我今年满50岁，所以可以来打免钱的疫苗。今年有比较晚，被询问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我们也只能说做侧面的安抚。受到去年全球流感预防车公费延迟的影响，公费流感预防车比往年延迟1个月。108年度全国公费流感预防车总共采购604万剂。疾管署表示，到11月底，注射率已经超过50%，差不多是338万剂。338万剂，我们总共604万剂，所以已经超过一半了。鼓励我们所有全国50岁以上或者有慢性病或者 BMI 大于30的民众踊跃前往各个地点来接种我们的公费流感疫苗。轻微不严重的小感冒不属于疾病重症类或不属于发烧类的，原则上都鼓励接种。医需要提醒过去做预防车捌出现过敏不良反应，或者是发烧重症的人，拢袂当来做流感预防车。根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12月2日到28，急诊类流感就诊超过10万9千人次，上升8.1%。近期主要流行病毒依然是 H1N1。记者综合报道。医师讲完，咱换来讲律师。劳动事件法今仔日正月1日开始实施了。通知康复人员的工会，阁有家福公司的工会，甲美工公司的工会，因拢抢伫咧新法律头一天，去到地方法院提出告诉。劳工团体就讲，针对劳动事件法，因真有期待，因为工人过来就会当用工会名义提出集体诉讼，这是真大的改变甲进步。劳工加油！劳工加油！劳动事件法元旦上路，抢伫新华上路第一天，汤市康复员职业工会来到汤圆亭法院诉讼，对长营公司提起无作为之诉，抗议去年大概20天的长营康复员罢工结束，长营对罢工康复员进行打压甲差别待遇，2000人受到影响。在去年的裁决中，法院已经判长荣航空是属违法的，但是长荣航空依然不愿意归还参与罢工空服员的优待机票。劳团表示，对劳动事件法充满期待。除了法条明定减免经受裁判费2/3，降低劳工诉讼成本甲风险，也会当用工会名义提起集体诉讼，予弱势劳工更较全面的诉讼保障。一般的劳工会惧怕用个人名义，可能会面对公司的压力。但劳动事件法可以用工会的名义来提起集体的诉讼，
劳工要付出的钱只有不到1/3。案件是这个金额比较大啊，然后需要法律的专业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他可以选择到法院去使用这个劳动事件法来处理。劳动局表示，劳动事件法提供劳工较侪选择，那金额较细，希望快速得到解决。无去欢喜，也是会当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劳工会当看家己的需求案件类型，选择适当的争议处理方式。记者综合报道。空军已经连续第7档伫咧花莲举办，用 F-16的战机迎接新年第一线日头光这款活动。今年派出5架 F-16，有的飞作红眼的队形，有的高一架飞上天。虽然云卡较高，看不到日头光，不过空中飞行的姿势嘛是有影水。2020第一天一透早，花莲南滨海堡就客真侪人，因为大家拢要来看 F-16战机迎接第一道日头光。不过云伤过高，日头未出来。不过 F-16冲场也受现场观众学了个得志。明天要曙光，战机一束光。还不过瘾，应该更壮观一点更好。今天没有曙光哎。没有关系啊，天天都可以来看啊。这是花莲第7年甲空军合作斗阵办元旦活动，不过今年为了介绍多整治好的南滨海堡，将场地为7星潭所往太平公园，而且 F-16无论列队也是单机，拢是回南湾飞。今年改造我们的太平洋公园，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来守护我们的海岸。今年就是在最靠近我们陆地的，是有那马拉多图腾，就是太阳神。在今年2020 109年，借由太阳神，也是地方的阿美族的特色，来让我们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因为无放年假的关系，今年参加战机迎接日头光的人数差不多只有1000多人。在升旗典礼了后，马上举办建造，规模比往年较小。记者综合报道。那花莲新竹市政府这边面，因今年举办升旗典礼，嘛同款搁再邀请空军第2联队出动5架幻象2000的战机，同款用红眼的队形飞过市府的半空中，向市民来表现国军英勇的阵容。来，请各位民众拿出你们的热情，向飞行员挥挥手。5台为空军所载来幻象2000战机，飞过新竹市政府天空顶，为了要庆祝元旦，新竹市逐年都会在广场头前举办升旗典礼。除了幻象战机冲场以外，更有一堆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在场中央穿着白色马靴的黑衫女神，正是新竹女中移风一队。这件是连续3年在升旗典礼顶悬请到幻象战机，各位澳门来的朋友特别来到现场参加，直讲看了是真欢喜。每一年都会带我的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合照，一起过新年快乐，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对不对？是。对，超兴奋的，可以看到很近看到那个幻象节冲过来，然后大家现场都好嗨哦。小朋友是元旦宝宝，对，所以那个。特别来参加，对。想到刚好在这一天生日啊，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啊，祝会办庆生。是啊，第一次看到那个幻象冲场也很新奇。为了要这届冲场的任务顺利，空军第2联队是做足了准备，确保战机大家零件是正常运作，袂使有元旦升旗冲场的任务会使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大家的面头前，共同迎接新的一年来到。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台中市的升旗甲别位真无相共，因邀请109个伫咧元旦这一日出世的民众，同齐来带队唱国歌。这中间上届聚会，今年已经86，上少年的才2岁尔。台中市的茂生病院早起嘛有2个红婴仔出世，真正是元旦的红婴仔。不过院长李茂生医师是讲，现代人囡仔愈生愈少，生像零迄年有40万的新生儿，到去年才剩18万外，人口老化。问题有影是愈来愈大。
正人伫台顶唱国歌，有长辈冒过来的小朋友，伊拢是1月1号生日的元旦宝宝。台中市会升旗典礼，请了109个元旦宝宝来参加。伊伫病院内底冒过来的元旦宝宝，伫2020年的第1天来报道。元旦宝宝生日快乐！伊所讲，护理师带着国旗装扮，替2个新报道的翁仔来欢喜庆祝，而且都做了新手妈妈的林小姐，嘛真欢喜做了妈妈，嘛坦言未来这件事愈来愈重。其实蛮大的，因为毕竟也都要开销啊，还是什么的，所以还是要一定的经济。翁仔是困甲真甜，不过看伫妇产科医师的眼中是相当烦恼。伊用元旦宝宝上悬的龙年，一天就7到20名元旦宝宝来诞生，出生率嘛以龙年上悬，一年就40万个新生儿。不过了出生率一路降，去年整年全台只有18万外的新生儿，人口老化已经成了个案问题，而且愈来愈严重。不会再往呢这个所谓2300，如果能够出续下去的话呢，可能至少1年要在22万左右才有办法呢维持这期间。也就目前我们是少了大概在5万到6万的这个婴儿的出生。根据内政部的资料统计，107年女性的生育平均年岁是32岁，其中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嘛多半3成。医师表示，显示现在对着生囡仔的意愿增加，建议政府应该加强托儿甲育儿政策。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中看完，咱来看南投。南投指南宫新年开始分钱宝，将开春的好运要分予民众。一透早就有足侪人来咧拜日。咱来看高雄的陈先生抢着头期，伊讲伊自早日就来到地了。庙方嘛估计讲，早起干那拜日就有8公里长，遮尔闹热的民间活动，嘛有影带动四边生理的发展。3、2、1。元旦第1天，来自高雄的陈先生将伊如愿，摕到第一座指南宫套装奇表，伊讲等了3天，未来希望会再得到土地公的加持。很开心，很兴奋。如果能够有加持，有加码更好。自早起南投第3指南宫头前，就摆了长长的阵仗。透过空拍一看，实绵延了几公里。而今年是金青年，虽然这几天拢真湿冷，不过为了会使得到土地公的保庇，不少民众拢提早1、2天来排队。今年第8次了。中午了啊，我们领到好像11点多12点那里。你是从哪边来的？屏东。今年的庙正面是土地公像，背面是有金枝刺，伫土头顶悬放着金毛鹿的意象，象征好事会发生。为着体恤排队的民众，庙方特别安排前600名，会使对着套装的指标，加上一个圆指标，估计一早起就有9万人，队伍绵延大约8公里。2020年第1天就起大批人潮来求好运，加上少含金的人潮，嘛带动周边的商机。今年借金的哈，比去年的多一些啦，环节也是多一些，但是都不多，但是金额有增加了。指南宫估计，去年算到今嘛，就发财金的人次大约60多万，借出金额4亿外，而现金大约10几外。因为除了回馈地方来做公益，这样的这些现象，为着周边带来不少的商机。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南投出名出产地，专门用手工做地技术，煞已经用要互机器替换了，将近要失传咯。南投县的文化局当嘛将乐国的苏文鸟和民间的陈茂顺这2个手工做地的老师傅，登记做传统知识与实践文化资产基业保存的专家，就是望通将因这手好功夫赶紧传落去。传统的做地工艺已经慢慢互机器代替，古早的炒地手法渐渐咧失传。南投县政府经过县内审议，发证书予2位做地的老师傅，乐国苏文鸟甲民间陈茂顺，互因成做南投县传统知识甲实践类的文化资产保存者。今天已经几乎都用机器来取代制茶的时代他们仍然坚持用手工制茶桶，因此我们经过了非常严谨的文化资产审议的程序，成为我们技艺保存者。看老师傅熟手的手法就知影，炒出来的绝对甲机器晓的无共款。乐国苏文鸟老师傅18岁就开始做茶，保留规套古早的手炒茶设备，常常用表演的方式，互更较侪人看到传统做茶的方式。另外一位民间的陈茂顺老师傅，嘛真少年就开始做茶，对读册时到即马已经80岁身体还阁真勇敢。2位老师傅上大的愿望就是，望会当甲特别消息的工艺甲知识传承落去。
如果相当的乌龙茶吼，无传承的人，所以讲我继续保持讲话做古早的制作方法，传承给阮后生。读册都爱做茶啊啦，迄阵工少啊，就拢爱安做。传统手工做茶流程真复杂，但是有机器无法度炒出来心意甲甘甜。南投县府带头甲这项工艺列做文化资产，希望会当甲这款技术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解说。南投出名出产地，实在讲，人伫咧种茶，才会师傅，才会农民，真正对茶真讲究。尤其讲春仔茶，这有一句俗语话咧讲吼，到底当时要办春仔茶，最要紧就是历史这块，国语即一个这块。因为较早人咧讲国语3日前无茶挽，国语3日后挽袂赴。另外，人嘛一句话，这真正种茶的人流传出来，讲国语过3日变树皮，就是讲国语伫咧新历拢朝4月19这卡刀，当年都共款哦。历史这块是对新历咧行，毋是对旧历。观众朋友，你着听好。国语过3日变树皮，就是讲春仔茶买办的时间爱真讲究。就好像讲用手工做茶技术，但即摆嘛渐渐失传。即个古早话，咱摕出来留，特别是讲咱伫咧等待开春一泡好茶，新年开讲讲古早话。讲到茶，原来有真侪俗语，人流传来教咱人生的道理。其中有一句话，讲叫做碗公转茶。啥种碗公转茶？虽然毋知讲碗公废的，咱以早吼都袂用雅素炉，即马用雅素炉嘛共款啦。你无可能用一个灰仔碗低调咧去转茶，因为安尼食碗公绝对会互火烘甲别，所以讲碗公转茶，即个代志千万都毋通做，大危险呢！搁来，搁一句俗语话咧提醒，即句话吼有咧痞想的意思，毋过真正咧提醒人安怎样呢？提醒人讲目睭爱爬互金，即句讲叫做茶果安金嘛是废，对，碗公嘛废的，茶果嘛废的啦。茶果有诶吼，拢有空金纯，空金纯较水啊，毋过你得爱看互真，眼光都爱看互正确。茶果空即阵金纯，毋是讲这顶头真正金的呢。茶果安金嘛是废，要求咱出社会都爱会晓判断，毋通讲哦，看到讲金金水水，人咧讲贪官乌杂杂，贪官白色色，贪官吼实在讲你看到是白哦，毋过真正吼。太过烂咯，毋则讲乌杂杂。茶果安金嘛是废，嘛咧讲共款的道理。你毋通看讲狗母话安尼乌糟糟，煮出来的物件拢真好食。但是茶果天茶，互咱啉着欢喜啊，毋免加强讲哦，原来这茶果金的，要甲当作偌贵重的物件，这嘛无必要。原因就是咧厝讲，人生毋捌字吼，请人看；毋捌人，真正人讲的讲会气一半。咱就爱眼光摆好，才有法度，无论行到倒位，拢有法度正确来判断。共款讲转来南投德山的坪顶，这是27仔地金泉茶的山区，才有一对少年姊妹，转来故乡斗相共，花厝人的茶厂拍拼学认真做，甲旧茶厂变做成人目出名的茶庄。因就是要将坪顶做茶人的精神，甲坪顶的27仔地金泉的看板继续传落去。两姊妹向囡仔介绍明罗板茶，帮因上一节茶园的自然课。因为大学毕业，转来故乡南投，伫厝里斗相共，为茶园到茶厂，逐项拢爱为头开始学，过程是真辛苦，险就记载袂掉。毋过因真拍拼学，苦心经营，甲老茶厂变做是成人目的亮点茶庄。很想逃跑啊！因为做茶很辛苦啊，家里从批发到零售，就是选上亮点茶庄啊，然后做卫生安全茶厂，这样子改变还蛮多的。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太累，一直想要往外逃，然后真的是后来因为妈妈又开了第2次刀之后，妹妹也回来帮忙，所以2个一起做比较有伴，然后做久了才会比较有感情。两姊妹转来故乡，一开始是因为厝里欠骹手，对伫阿爸身躯边慢行学，偷偷了解坪顶茶。伊毋若要接厝里的产业，嘛要甲坪顶做茶人的精神，甲坪顶金泉茶即块看板扛落去。要当然咧农村吼，还有帮忙来发展是真好的代志。上困难是
地慢点来吼，人爱看气候来做这个拍地青安尼吼。因为即摆时代甲较早无共款，希望讲会当继续经营落。时代变迁，老头家嘛望后一代会当对时代行，用创意来经营地产业，互第三金选的地方会当拓归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运动界有一款特技的铁马，这是运用人体本身的力量来控制铁马飞悬跳架、转弯射角，挑战极限的姿势。台中一群少年家为着鼓舞人来了解这款极限的脚踏车，家己设场所办比赛，还有翕影片教功夫。永暗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来梦》这个节目，要招观众朋友来熟悉这阵顶真佮尽心的少年家。BMX 就是咱在讲的极限铁马运动，引进台湾有要40天的时间。不过这项运动算不是介时行推展嘛有困难。可能是少子化的关系啦，大家拢是报，大家就唔敢说惊受伤长去用的。无像我较早长去受伤，明仔是搁出来，嘛是继续摔，就是迄整个大环境不一样了。为着要推广这项运动，台中有一群少年家，家己录到合影片，嘛利用下班时间教囡仔骑车，都是希望透过经验的传承，互要耍的人嘛会晓保护家己的安全。我想要改一改，就是透过我的经验去告诉他们，去算是传承他们，而且也更有效率。安嘛对因来讲，我感觉那是好的。除了普通时练车，台中的车友做伙起造一个讨论亭，今年秋冬会举办勇气赛，邀请全台湾的车友做伙来参与，做伙推广这项运动。我感觉办这种比赛能吸引更较侪优秀的选手，因为这个场地就是为初学者还是进阶拢会当耍。反正就是来耍就对啊，来比赛来骑车呢，这就是青春嘛。虽然台湾从事极限铁马运动的人无介多，不过这点少年家也是运用有限的资源热心推广，希望未来极限铁马伫台湾有愈来愈多人介意，嘛会当受到重视。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看伊拉克这国伊斯兰教叙亚这派武装人士和一寡民众，12月31日去攻击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要求美国军队要撤离开因国内。美国国防部嘛已经下令，会加派750个军人去到伊拉克的前线拜登备战。50名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分子甲支持者31号到巴基斯美国大使馆头前抗议，披石头甲玻璃钢化放火，想要走入去大使馆，大声喊反美反传播口号。美军发射催泪弹来驱离群众。طيارات مسيرة أمريكية، اليوم احنا أخذنا طارة، هاي السفارة الأمريكية طبينا حرقناها。美军派出2架 AH-6式阿帕克直升机，伫大使馆顶面来发射催泪弹，向抗议者展示军力，并且对科威特调度120名的陆战队员成员到当地来支援。而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已经下令，会增派750名士兵到中东。有分析家认为，美军大动作增派军队，和美国甲伊朗关系变歹。烦恼最后可能演变成最双方在伊拉克拍代理人战争。For the past 6.5 months, Washington has really been absorbing Iran's escalation and Iran-backed aggression in the region.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ashington has decided to meet metal with metal. 31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川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未向伊朗发动战争。Well, I think it's been handled very well. The Marines came in. We had some great warriors come in. I don't think tha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Iran. It wouldn't last very long. Do I want to? No. I want to have peace. I like peace. And Iran should want peace more than anybody. 不过，川普伫这进前推文表示，伊朗是攻击大使馆事件的幕后黑手。若是美国人民的性命财产有任何伤亡损失，伊朗会付出真大代价。这不是警告，而是威胁。也加上新年快乐。这摆事件起因是因为美国为了保护真主东路，进行攻击美军军事基地，杀害一名美国民间承包商。美军因此在29号对真主东路在伊拉克甲叙利亚的5个据点发动空袭，造成25人死亡，引起伊拉克民众真生气，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记者综合报道。北韩嘛咧甲美国硬硬高，北韩的国家媒体伫咧新年头一日就报道讲。
国家领导人金正恩表示，美国一直咧牵时间唔来谈判，今年定就会付出代价。金正恩佫宣布，北韩南面特别推出新的战略武器。来看伊这款话语，亮笔也表示，新年来北韩针对美国的立场一定会打愈硬。北韩官方的中央通讯社在2020年元旦引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第7届五中全会谈话指出，美国错过2019年年底重新启动非核化谈判，甲提出善意的期限。所以讲，北韩的继续发展核武计划、加核武测试以及组织弹道飞弹、试射，全世界见证北韩伫无久的将来拥有一项新的战略武器。金正恩警告美国甲想要拖延，不过将会付出代价。北韩袂用国家安全尊严甲任何物件来交换。北韩愿意活在国际制裁下，来维护伊核子的能力。美国若是坚持对北韩敌对政策，朝鲜半岛会永远无法实现非核化。伫美国撤销敌对政策，北韩会继续开发战略武器来保障国家安全。这个根据美国今后对北韩的立场，调整威胁力的广度也有深度。专家指出，金正恩的谈话代表北韩重大的政策转变，也直接予美国总统川普歹看。尽管川普这摆表示甲金正恩关系袂歹，也一再讲到金正恩答应袂进行试射，也对北韩进行这摆发射底层的武器来冷处理。不过，这摆平壤进行实际试射，川普也可能会真生气。在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前，华府可能会更加多制裁来增加在东亚的军力做出回应。朝鲜半岛局势伫2020年恐惊会再度来升悬。记者综合报道。韩国讲完，咱来讲日本。日本已经时行真久，一人一家，敢若芳仔寿共款嘛，敢若卡布西鲁共款，迄款特别的旅馆，俗阁方便。意大利打嘛出现头一个这款芳仔寿的旅馆，去遐住眠的人客讲，设计了真有现代感，尤其比较青年旅馆困中铺。家己一个人困一间，虽然细间，毋过真压贴，嘛会当顾到温泉馆，是上介好的新选择。意大利第一间加农旅馆，伫咧米兰市区这条巷仔开始营业啊。旅客伫咧柜台用电脑登记付款，扫描手纹了后，就当甲加农的门拍开，一切科技自动化。顶下排总共有4个架仔，一间会当困8个人。每一个加农的长度拢是2公尺，宽度甲宽度拢是145公分。内底有暗号通扫的柜仔，插座甲网络啥物拢总有。È proprio come una casa, è come una casa perché comunque qualsiasi cosa ce l'hai, il bagno c'è, la cucina c'è, in più di casa che c'è sempre un continuo via via di persone, quindi conosci sempre persone e non stai sempre da sola. So it looked like kind of something new, kind of futuristic style, especially the rooms and those kind of boxes that you sleep in, so more privacy that you get. So. 伫遮大节的介绍是19欧元，超市新台票600外块，而且佫有挂早顿。啊，毋过若是伫咧订房真困难的米兰时装周的时阵，介绍差不多起价150欧元，超新台票要5000。米兰是意大利北部的经济重点，是以历史文艺气氛、骹球队甲大教堂来出名。原本就是真清的观光城市。 佮加上2026年要来主办冬季奥运，到时阵会啥佮较侪观光客来，业者上阵大房的需求，毋但引进加农旅馆，而且佮要来开第2间。 Perché comunque sì, abbiamo un'occupancy molto alta rispetto anche alle previsioni che erano comunque sia già positive. L'obiettivo è l'anno prossimo di aprire a Torino, dove abbiamo già preso un secondo ostello, e comunque adesso attraverso aiuti anche di soci all'interno della società e di nuove strutture che ci stanno dando una mano, l'obiettivo è di aprire a tutta l'Italia e fuori dall'Europa. 日本是加农旅馆的发源地，拄开始是为着方便应酬啉甲水茫茫，也是讲无坐着上后尾一帮电车的通勤族，所以大部分拢伫咧车头4块位啊。即个意大利的业者是真有野心，要伫咧市区甲机场拢大量设点，希望讲会当变做业界带头的。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因为冷气团影响，全台湾天气拢翻冷。明仔温度虽然会小可较起淡薄啊，毋过透早甲半暝同款真冷。尤其中部、新竹、苗栗的沿海甲山区，温度可能拢会落甲剩11度尔。啊，讲到雨水是剩北部、东北部雨水有较高，剩的地头拍算拢会济云甲好天。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甲20度，
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18度到23度。台南高雄屏东20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18度到21度。金马平湖12度到19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